今次真係俾我做到官啦，做咗香山萬生活美學推薦官。嗱，睇到我身後就知道我今日要介紹邊度，孫文西步行街。有啲朋友問我，石岐你成日都介紹㗎啦，仲講？所以你如果想體驗到唔同嘅石岐美食、美景、美物、美宿，咁就跟我嚟啦。爛路軌、爛船、爛吊架，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呢啲全部都係寶嚟㗎。中山嘅朋友應該都好熟悉㗎啦，但係大家知唔知道我哋旗杆公園嘅前身係一個船廠嚟㗎？保留翻一啲歷史痕跡放喺度，都幾有藝術感㗎。影翻張靚相先。平時行下江邊，鬆弛又舒服，有時喺呢一度仲可以聽下演唱會添。每日朝頭早都好多公公婆婆喺呢一度傾情演唱㗎。講到廣東美食，梗係要一盅兩件啦。推薦特色美食，點少得百年老字號啊！喺呢個茶樓飲茶，仲有一個好大嘅特色，就係上一次記唔記得黃瑾老師講過，喺孫文西要喺高嘅角度望出去，先係最靚嘅建築物嘅部分。睇下呢道餐具哈，你知唔知佢呢個呢係以前孫中山先生曾經用過嘅餐具嚟嘅？講返喺奇珍酒樓呢，以前係國父孫中山先生呢經常嚟飲茶嘅地方。咁後期呢，點解多咗個孫字呢？因為去一個遠房親戚開嘅酒樓，咁將佢個孫字呢就擺埋喺前面，所以叫孫奇珍酒樓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啊！嚟到我哋步行街，梗係要買返啲手信先返香港啦。嚟我哋咀香園，記得一定要買杏仁餅啊！我叫阿茂，我識整餅嘅，變身咗阿茂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幹得漂亮！中山就好多非遺文化嘅，我哋入去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帶走。我中意呢個喎，有燈影花啦，有我哋嘅摩天輪啦，有我哋嘅中山地圖啦，中意嘅仲可以買個龍頭走。中山嘅非遺地圖啊，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文化。嗱，天口熱，食咩好啊？梗係食雪糕啦，係中山本地人都識嘅美娛樂。大家有冇嚟睇過？中山我哋終於有自己嘅 3D 大屏啦！孫文西步行街，我前後介紹過好多次，但係每次嚟到依然會俾呢啲百年騎樓吸引到。尤其推薦大家睇下我同步行街改造師對話嘅呢2條視頻，係一個全新嘅視覺喺我哋嘅步行街呢度就復刻咗以前嘅繁華，但係好多鋪頭都已經升晒級啦。成條街唔單止有唔少特色嘅歷史文物，仲有好食好玩嘅齊聚晒喺呢度。吃喝玩樂又點少得衣食住行呢？我哋步行街有一個好靚嘅住宿地方，跟我嚟睇下。步行街改造緊嘅時間，我已經好好奇呢一個咁靚嘅建築物究竟係啲乜？原來呢一度呢，就係一間舊廠房改造出嚟嘅民宿，溫圖1953。哇，好靚嘅咖啡廳喎，但係啲顏色呢配得好好。上樓看看。哇，好大嘅套房啊 ！L 型嘅大窗，斜頂嘅，牆身嘅顏色咧好難養 feel。都望到我哋嗰個廣場喎，哇！呢度仲可以擺到2張大床，一家4口6口都住得到啊！呢度好正啊！嗱，我揾到一個開 party 嘅好地方啦。聽講呢一度咧仲可以提前預約包晒成個酒店。呢個酒店房間總共有8間，跟住咧全班老友一齊嚟住，一齊嚟玩，一齊嚟 happy 掂啊！呢一期嘅香山古城味道家路線，大家又覺得點呢？如果嚟到石岐，就真心推薦大家以步行街為中心，四周圍咁玩下，美食、美景、美物、美宿，通通齊全。嚟緊記得關注我哋嘅香山萬，帶你解鎖更多旅遊路線，跟我去。